马太福音第26章，耶稣讲这话了后，甲伊的门徒讲：恁知，搁过2日就是搬过节，人子会受出卖，互人定十字架。迄时，祭司长甲民间的长老聚集伫大祭司该亚法的公馆，因参详要用假冒掠耶稣，甲伊害死。毋过因讲，毋通伫节期中惊了民众起暴动。耶稣伫伯大尼麻风病人西门的厝，伫摕倒食饭的时，有一个妇人人摕一罐玉盘，内面堆非常高贵的香油，行活来，将香油倒伫耶稣的头壳顶。门徒看到，真生气，讲：那着遮浪费，这罐香油会当卖真侪钱来救这散车人。耶稣知影，就对因讲：恁若要刁难这个妇人人，伊有为着我做一项好事，不时有散车人甲恁做伙。不过，我袂不时甲恁做伙。伊倒香油伫我的身躯，是甲我准备埋葬。我实在甲恁讲，这个福音无论传到全世界什么所在，人拢会讲起这个妇人人的所做，来甲伊纪念。12使徒的一个叫做以斯加略的犹大，去见遐的祭司长，讲：我若将耶稣交互恁，恁要互我甚物？因就摕30个银仔互伊。对迄时起，犹大一直在找机会要出卖耶稣。拄甲做的头一日，门徒来问耶稣：你爱阮伫倒位，甲你准备搬过节的晚餐？耶稣讲：恁入城去找迄个某人，甲伊讲，老师讲，我的时已经到，我要甲我的门徒伫你的厝守搬过节。门徒就照耶稣的吩咐去准备搬过节的晚餐。黄昏的时，耶稣甲12使徒坐倒，因伫食饭的时，耶稣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恁中间有一个人会甲我出卖。因真伤心，一个一个甲伊问：主啊，毋是我吼？耶稣应讲：伸手甲我上时摕食物，伫半年咧问迄个人，要甲我出卖。照圣经所记载，人子会受害，不过出卖人子的人惨啊！迄个人宁可无出事较好。出卖耶稣的犹大嘛甲伊问：列比，毋是我吼？耶稣应讲：这是你讲的。因伫食的时，耶稣摕饼，感谢了后掰开，分互门徒，讲：摕去食，这是我的身躯。然后伊捧杯，祝谢了后，摕互门徒，讲：恁拢着啉这杯，因为这是我的血，是立约的血，为着真侪人流出的，要互因的罪得到赦免。我甲恁讲，伫我的爸国，甲恁啉新的葡萄酒迄日以前，我绝对袂阁啉这个葡萄酒。因啉死了后，就出去橄榄山。耶稣甲因讲：今暝恁拢会因为我失去信心，放杀我，因为圣经有记载，我要拍木者，规群羊就四散。毋过我以后会比恁先去加利利。彼得对耶稣讲：众人若拢因为你失去信心放杀你，我绝对袂放杀你。耶稣甲伊讲：我实在甲你讲，今暝过天以前，你会3摆毋认我。彼得应讲：那一定就甲你做伙死，我嘛绝对袂毋认你。其他的门徒嘛拢安尼讲。后来，耶稣甲门徒来到一个所在，叫做客西马尼。伊甲门徒讲：我去遐祈祷，恁坐点食。伊就带彼得甲西比泰因2个囝做伙去。伊悲伤
非常痛苦，对因讲：我的心忧伤到要死去，恁踮遮，甲我做伙警醒。伊行较近前，面趴落去，祈祷讲：我的爸啊，若会当，求你予我免啉这个杯。毋过，毋是照我的意思，就照你的旨意实现。伊转来门徒遐，看到因在困，就对彼得讲：恁真正袂当甲我警醒一点钟久是无？着警醒，着祈祷，才袂陷落有隙。恁的心真意爱，毋过肉体软弱。耶稣第二遍搁去祈祷，讲：我的爸啊，这个杯若袂当免，我一定着啉。愿你的旨意实现。伊搁转来，看到因因为目睭涩，还在困。耶稣搁离开因，第三遍去祈祷，嘛是讲相款的话。然后伊搁转来门徒遐，对因讲：恁还在困，还在休困哦。恁看，时间接近啦，人子受出卖，交伫罪人的手头啦。起来，咱来去。恁看，出卖我的人来啦！耶稣还在讲话的时，12使徒的一个犹大来，祭司长甲民间的长老派来的一大群人，拿刀甲棍，甲伊斗阵来。出卖耶稣迄个人，有互因一个暗号，讲：我要甲伊斟的就是迄个人，恁甲伊掠。犹大随时惊活耶稣，对伊讲：掠比平安。就甲伊斟。耶稣甲伊讲：朋友，你哪伫遮？遐个人就活去，下手掠耶稣。忽然有一个甲耶稣斗阵的人，伸手背刀对大祭司的奴仆扑落去，甲一边的耳仔射起来。耶稣甲伊讲：刀收起来，因为举刀的拢会死伫刀下。你想讲我袂当恳求我的爸，随时找12影较假的天使来是无？我若安尼做，圣经所记载一定着发生的代志，哪会应验？迄时，耶稣对群众讲：恁举刀举棍出来掠我，是伫掠强盗是无？我逐日伫圣殿坐伫教示人，恁无甲我掠。不过，这一切的代志拢已经实现，是要应验先知伫圣经所讲的话。然后，所有的门徒拢放杀耶稣，逃走。遐个掠耶稣的人，甲伊带去大祭司该亚法遐，经学教师甲长老，拢已经聚集伫遐。彼得离远远，直缀耶稣，缀到大祭司公馆的埕，伊入去内面，甲警卫做伙坐，要看代志的结局。祭司长甲全议会一直在找假证据，要告耶稣，通甲伊处死。虽然有真侪人甲伊诬告，毋过因拢找无证据。后来有2个人出来讲：这个人捌讲，我有法度毁坏上帝圣殿，3日内阁甲伊起起来。大祭司徛起来讲：这个人在甲你告什么？你若拢无答辩。毋过耶稣拢点点。大祭司搁一遍对伊讲：我记永远活的上帝，就抓命令你甲阮讲，你是基督，上帝的囝，暗是？耶稣应讲：你已经讲啦，毋过我甲恁讲，对打以后，恁会看见人子坐伫全能者的正边，坐天顶的云来临。大祭司就跳破外衫讲：伊已经亵渎上帝，咱要需要什么证人？当恁已经有听到伊亵渎上帝，恁想安怎？因应讲：应该甲伊处死。后来因配烂伫耶稣的面，甲伊争，搁有人甲伊献，讲：基督啊，
你是先知，甲阮讲，啥人甲你拍？彼得伫公馆外面的亭伫坐，有一个女婢行wat去，讲：你嘛拢有在甲迄个加利利人耶稣做伙。彼得伫众人的面前毋认，讲：我毋知你伫讲什么。彼得行出去到大门口的时，有另外一个女婢看到伊，就甲伫遐的人讲：这个人有在甲拿撒勒人耶稣做伙。彼得搁一遍就抓毋认，讲：我毋捌迄个人。过无偌久，徛伫边的人活来，对彼得讲：你确实嘛是因迄阵的人，听你的腔就知。伊就抓讲：我毋捌迄个人，我若讲白贼，愿天责罚我。过随时提，彼得想到耶稣所讲的话，过题以前，你为3摆毋认我，伊就出去外面大声啼哭。